继续来看卫福部的前部长陈时中换跑道，甲人选台北市长。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，陈时中的防疫领导有70%的人甲拍及格，平均的分数65.17。也毋过参选台北市长，全国虽然有37.6%嘅支持，也毋过嘛有40.2%无支持。上界关键的台北市民支持陈时中的3成2，有4成9无支持。早起一透早，陈时中到网界龙山寺来参拜。针对指挥中心进前捌讲过，讲这网架是疫情的破口，陈时中是为这句话来道歉。那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是来批评讲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更科技、更在地、更协力。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提出医疗甲长照的愿景，嘛针对民进党的陈时中，造成台北市重灾区的指挥官如今成为候选人，也请中央不要再让台北市陷入2次危机。上新的民意调查，陈时中的防疫期末考的成绩平均有65.17分，参选台北市长，全国有37.6%支持，40.2%无支持。台北市民有4成9无支持。你愿意收台北市民的财产吗？陈时中到龙山寺参拜，有民众当场都向伊表达不满。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，那有一些的言辞，恐怕用词不是很精确。那如果任何人因为这样有伤害，那我也必须要诚挚的道歉。万华的民众情何以堪？我想这样的伤害已经造成。是讲陈时中已经有总统级规家竞选团队，5月份就和国民党提名蒋万安，竞选组织人数一直拢未公布。洪桥讲团队有真侪人要离开，警告议员形容讲蒋万安根本就无战力，没有任何什么躺平，而是奋战拼搏到最后一刻的战士。其实我们的团队没有出走潮，而是越来越扩大。我的风格是快速的准备，及早的就位，以诚待人。那咧，今年台北市长参选人想要争取选民的认同，加上可能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嘛有这个年底首都市长的宝座，落属随手，无人敢保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